中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在台北市大同区南京西路迄块地啊，7月半暝车路放弃。原地伫昨昏暗时啊是已经开放部分通车，不过因为有发现其他漏水的所在，地势大路搭凹的情形是继续伫咧发生。公务局今仔日透早是紧急发通知。先甲西宁北路甲宽和北路之间的南京西路双向的车路封起来修理。也那台北市政府嘛发通知，为着要修理漏水的问题，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先甲暂时甲附近的水管的水先禁起来。也那迄块地啊有108户会暂停供水。北水处今仔日早起9点的时阵，会伫咧南京西路301号，也佮有325号这2个所在。设置临时的供水站，予民众来使用。8月透早，台北市公务局继续抢修西北岸伫大同区南京西路甲贵德路口出现的路面凹落去的情形，因为佮发现新的漏水点，所以今仔日上班日，西宁北路甲宽和北路之间的南京西路双向车道拢封起来。原先在周日晚上8点半的时候，大致恢复路面开放通车，后因发现新的漏水地点，然后路面持续塌陷，并且向南京西路的西南侧，大概就是有10公尺靠近。本来礼拜暗8点半已经开放单向通车，无想到讲出现新的漏水点，路面继续崩凹落去。市府请用路人改行民生西路甲长安西路，即马赶紧抢修。验据民众讲，伫几个月前，同一个所在就出现壁损。上次的我没有拍，可是就是小小一个塌陷，因为住在这边，每次车子经过都会有点震动嘛，我就会害怕。因为幸好是晚上，没有人就是没有人经过，啊，不然就是现在要放烟火，如果一大堆人过来就很危险。会啊，会担心啊，因为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就跌下去了。台北市政府是设立捷症指挥所，大型机构进场开挖回屯，初步判定落落去的所在离淡水河差不多100多公尺，敢若是想挖爆花，但伫咧涂骹7米外这面污水管线漏，时间一久，地基的山石拢流较空气，甲天气热无关系。比较可能的原因应该是比较深层，大概7.8米的位置有一支70公分的污水管。针对临房的安全部分呢，初步来看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哈。我们也会用透地雷达去看一下底下还有没有其余的地方有掏空的部分。今仔日是毋是让恢复双向通车？公务局讲，也搁伫咧努力抢修，也唔知相关单位也伫咧现场提名，进行灌浆改良地质、稳定地层，确保附近的建筑物未受影响。希望赶紧将路面恢复。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透早6点外，伫花莲发生规模5.2的地震，上大震度是4级，伫咧花莲县。这个地震发生伫咧今仔日透早6点11分，地震中心是伫咧花莲县的秀林乡，地震的深度是15.3公里，上大震度是伫咧花莲县南投，也有台中是4级，也那宜兰是3级。另外，桃园、新竹、彰化、云林、台东甲苗栗是2级，到目前为止是无传出灾情。台东为昨日到昨昏下晡的4点外，已经发生过11摆的地震啊。彰化以南拢会当感受到地震，其中规模上大的一届地震中心是伫咧南市，规模是5.3，震度上大有甲4级。气象局讲，这礼拜无排除阁会有规模4以上的地震，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地区翻新海拔山就伫车到透早3点47分，台东县南市发生瑞士规模5.3地震。根据气象局监测，除了台东的南市有到4级，屏东满洲2级，彰化以南地区拢是1级。半夜的那个地震是比较大一点，就是有在观察啦，是不是要跑出去？那它们的规模大概介于4.0到5.2之间，地震彼此之间是有关联性的。以这个岛屿的为中心，大概周边20-30公里这样的范围，过去历史上也发生过不少的地震。气象局表示，目前判断应该是规模5.3的地震是主震，主要原因是这个所在板块隐没，造成浅层破碎带能量失控，所以地震深度拢在10多公里。透早3点47分了后，赛期伫透早5点，早起9点外到下晡4点。
台湾东南部海域甲5.3个主要地震已经发生11件地震。欧亚大陆板块隐没到菲律宾海板块那个底下，然后形成了一个火山的那个岛湖。那这边地震也是偶尔都会有啦，只是没有像韩山脉那么频繁了。我的印象里面，从2000年到现在大概20几年，那个平均每一年大概也都会有2到3个规模5以上的这个地震，那4当然就更多了。会看文表示，全过去这所在发生瑞士规模5的地震频率并不悬，不过目前有估未来1礼拜内可能也会发生规模4以上的难产的地震。了后对阮河路的民众也是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这几天啊，油外要是真烧热，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过到了后，西半部甲山区可能会落雷公雨，为暗时开始一直到拜三，东南部、恒春半岛拢会落短暂雨。这礼拜高温会小可降低，不过无落雨的时阵要是会较热。若今仔日天气烧热，中昼的时阵，全台湾大部分的县市拢会是干焦色的灯号，恐惊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提醒民众水都要加啉寡，而且出门嘛要防止热伤害。这几天啊，全台湾是热热热，早起的气温上悬是出现伫咧台东、中滨有35.6度，实在风热较挡袂牢。伫咧高雄，就针对无所在通好炸日的路口，缩短青红灯的时间，互民众等要过大路的时阵，袂伫咧日头骹晒了伤久。无像影，或者是沿这路口，互骑机车人等红灯拍甲拢是寒，因为高雄有够热，交通局决定将主要大路顶主要路段，毋是尖峰时间的号志为150秒降到120秒，减低周期。主要会是在7到9月这一段夏季天气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来实施。那我们选择路段会是以社区、学校周边这些次要道路为主。时间控制好的话，时间才不会那么长。惊拍到骑机车人将暗影叫起来，听到红灯变地，拢真欢喜。不过过来人有点烦恼，行对着较大路口，老人囡仔会袂好过车路。老人家或者小孩走路比较慢啊，你这样对我们是不方便的。受西南风影响，全台拜日也拢真热。气象局日时对花东顶12县市发布高温警示，甲下晡4点半，全台上高温38.3度，出现伫中岛花莲玉里。台北市伫下晡是39.7度，3到5名也是花东地区，拢伫37度以上。明天开始太平洋高的势力会开始减弱，所以明天的话，高温的状况相较于今天会稍微下降一点。不过在大台北还有甚至在花莲、苗栗还有中南部近山区这边，可能还是会有局部36度的高温。国民健康署的统计，今年7月第1礼拜热伤害看医生已有200人次，是去年同期2倍。提醒民众唔通去拍伤加加啉水，避免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新加坡查获农委会农粮署110年财务收支甲决算。发现农粮署虽然透过生产源头的管理，还有预告等等辅导的措施，不过效果是真有限。地区产销调查的经费支出超磅，要求农粮署就要赶紧做改善。咱来看自由时报，外交部昨天宣布，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因的准总统贝尼亚会伫咧7月11至15的时阵带团来访问台湾。贝尼亚8月份会上任，伊讲未来5年会维持甲台湾兄弟的情谊。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2024年总统大选就伫咧到啊，国安高层的人士伫咧初稿的时阵讲，为着要强化维安的任务，国安局已经调集警政署、还有调查局、甲地方的警察局的代表来启动安维配合相关的作业，而且做兵棋推演。然后人讲是国安局小汉讲，大选维安实兵推演会伫咧8月份来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结束访问中国的行程，昨天伊召开记者会，伊讲美国甲中国之间的问题一时之间是真好解决，不过伊认为讲这抓来是促成两国沟通的管道。耶伦嘛强调讲，美国甲中国的经济是袂切甲离一离，
不过嘛严正来看待中国因限制外销半导体原料来反制西方经济的行为。完成4天访问中国之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登去美国进前召开总结记者会，虽然无宣布任何具体突破，不过伊讲美中中间的挑战，无都经由一摆访问一摆就解决。不过耶伦认为，一摆访问建立直接的沟通管道，对稳定美中两国关系是有帮助。The U.S. and China have significant disagreements, but President Biden and I do not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rough the fram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We believe that the world is big enough for both of our countries to thrive. 耶伦强调，美国无寻求甲中国经济脱钩，不过也严正关切中国要实施出口管制、加制这半导体材料等反制西方的经济做法。We've had a chance during these meetings to discuss a set of concerns, to listen to one another. We've made some progress. 耶伦此行先后会晤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前副总理刘鹤、财政部长甲人民银行行长等人，也见到习近平的核心人马，主管经济副总理何立峰。虽然耶伦向何立峰握手，搁行礼引发争议，不过也看出中方接待耶伦是真关的规矩。中国也希望透过这种友善的互动去展现说，他们实际上是愿意跟这些西方国家有朝向互利的层面来做政策上面的合作了。他仍然需要仰赖这些订单，才可以让他国内的经济至少维持在一个还有成长的动能。专家认为，北京当局希望借由能够气氛缓和来带动改善国内经济困境。也国美国这摆寻求重新启动的军事沟通管道，中国议员无松动，采取选择性交往策略。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伊昨晖破文指讲，2014年伫咧夜店杀害警察的迄个被告，红判爱关9年，不过即马煞会当调去外役监服刑。国民党侯友宜伊嘛批评政府，讲把人民当作是塑胶的。也那民进党赖清德讲，希望法务部甲矫正署会当出来讲互清楚，而且伊认为讲犯当罪人坐监的刑期都要彻底来执行。谈民清节的中间，我甲斗相共无够，咱的韩国瑜咧拼总统，咱嘛甲斗相共无够，咁我们两个歹势，我两个咱就散。开罪认唔对，不管是当年参选土城立委的林金杰，也是当时拼总统的韩国瑜，4年前家己斗相共无够，对着有名吕明星以涉款的后生叶宝宏，2014年牵涉夜店台警察案件被判刑9年。英国最近改调外役监服刑，依法舆论的议论，侯友宜批评政府把人民当作塑胶。这样不公不义的制度，政府。你把人民当塑胶吗？我对司法正义是非常重视的。我当选总统，一定严格检视。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这边暗时也伫面试发文，点名法务部长到底有做啥物，强调7月16会行上街头抗议，表达愤怒。李赖清就是表示，应该修法就要修法，互当罪犯服完徒刑。希望法务部也希望矫正署应该对外清楚说明，该停止就要停止，该修法。杜绝这个情形，就应该要修法。重罪犯应该要实实在在的服完他的徒刑，不能够走旁门左道。法务部表示，伫新法完成修正进前，即阵已经从严调整外役监遴选的标准。对着外团国民党出行后官配，爱郭文铁无条件投降，就搁谈合作。郭文铁竞选总干事吴珊珊无都认同。如果大家要合作，应该是保留一个至少有一定的善意嘛。合作是要叫人家无条件投降，这个善意我是看不太出来。前立委黄国昌关掉但是还发起7月16公平正义救台湾游行，郭文铁也参考，也过外界批评3人有绑散，无资格谈居住正义。黄珊珊表示，居住正义是普世价值，执政党更加应该爱好好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伫咧印度北部最近这几天是到超磅的大水河，溪水是规个涨起来。而且发生水崩山，已经造成19个人死亡。目前包括首都德里等等几个城市，拢已经宣布暂停上课。首都德里这2天做大水，伫过去24点钟久，降雨量153毫米，
创自1982年7月以来单日雨量上悬的纪录。杨母那河的水位一直满起来，最高限水位已经到203.62公尺，正洼警戒水位204.5公尺。当局发大水警戒，落地诺伊达、古鲁格拉姆。所有的学校吹在停课。बहुत बुरा हालात हैं जी। मैं गुड़गांव का पसैड़ा बॉर्डर सवारी लेके गया और वहाँ पे मेरा ऑटो पूरा डूब गया। 2-3 ऑटो और बहुत डूबे पड़े जी। बहुत बुरी हालत हुई पड़ी गुड़गांव में。当地一位58岁婚姻人因为天崩崩来被地死，拉吉斯坦邦有包括囡仔在内死亡事件。查摩加克什米尔有要去救灾国军被大水冲走，一台公车和土石流冲走，造成有人死亡。印度气象局对拉吉斯坦超过9个地区发好好直报。西马基尔邦因为发生土石流加做大水，比斯河的水位已经超过警戒，高速公路有部分路段被冲坏去，芝麻对7个地区发红色警戒。旁遮普邦的科格尔河大水漫出，附近拢做大水。नीडीज थे जिनको खाने की जरूरत थी, रिक्वायरमेंट थी, तो वहाँ उनको खाना भी पहुँचाया गया सर। और आप देख रहे हैं कि मॉर्निंग में पानी का लेवल 10 से 12 फीट था और उसके बाद अभी धीरे धीरे फ्लो कम हुआ है और सिचुएशन अंडर कंट्रोल है। 印度气象局讲，雨地所落来几天会继续落。伫北印度真侪城镇的路面、客家、寺庙等真侪建筑物，拢予水淹去，地面也崩落落去，水淹到脚头区。伫咧面对创纪录的降雨，规个市政区差不多拢无法度运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咱来关心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事相关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拜访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而且甲阿索更体抢的5个指挥官带回去乌克兰。不过因为进前有甲罗西亚交换战俘的协议，这5个人应该是爱留伫咧土耳其，即嘛煞是已经互带回去乌克兰。罗西亚是大力批评土耳其，无讲无答，就甲战俘放互走，讲因安尼是违反战俘的交换协议。甲出来的人小览进前驻马里坡阿索更体抢的指挥官，载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结束土耳其的访问，第日登去乌克兰，佮伫第一时間甲出嚟人見面。Сьогодні, у 500-й день війни, ми повернули додому в Україну 5 наших героїв. Героїчно воювали, абсолютно. Вони пройшли через російський полон, потім більше 300 днів вони були в Туреччині. Їм час бути вдома. 根據去年的協議，這人原本應該留伫土耳其，暫時煞轉去烏克蘭國內，和俄羅斯譴責土耳其釋放喺戰爭內底互利的人，表示土耳其違反去年的交換協議，而且喺釋放因進前無通知俄羅斯。俄戰爭超過1年半，美國總統拜登進前閣宣布批准提供一束炸彈，加強烏軍反攻防災面積，降低因消耗彈藥的狀況。嘛強調這是過渡期的做法，是暫時批准，唔是永遠的批准。雖然烏克蘭承諾要用喺俄羅斯國內，有關引起外界批評，唔但聯合國人權團體批評違反國際法，會增加民眾的思想。烏克蘭國內嘛會增加大量的玻璃物、甲地雷的污染環境。對咧影響支持烏克蘭的英國首相蘇納克嘛無證實。Well, the UK is signatory to a convention which prohibits the production or use of cluster munitions and discourages their use. We will continue to do our part to support Ukraine against Russia's illegal and unprovoked invasion. We've done that by providing heavy battle tanks and most recently long-range weapons. 对此，俄羅斯外交部嘛伫7月發出聲明，表示美國的行為就是烏克蘭反攻失敗證據，即係想要提供集束炸彈來延長俄戰爭的局勢。公司新聞台是董炳玉。今仔日國際上還佫有啥物大代誌？帶各位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總統拜登為今仔日開始拜訪歐洲3國的行程，這個主要是要參加立陶宛主辦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峰會。展現北約雖然也未接受烏克蘭加入，不過也是會挺烏克蘭來反抗羅西亞入侵。來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伊要去立陶宛參加7月11舉行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峰會，到時會甲美國總統拜登來會談。根據了解，雙方可能會討論瑞典加入北約等等的問題。關注移民問題援助團體行走的邊界。因今仔日講有3隻為塞內加爾要去西班牙加那利群島的船，連貫至少有300移民，已經失蹤真濟天啊！
其中的2只船正离开塞内加尔驶向西非的外海了后，是已经失踪15天啊。镜头转来咱国内，伫台东市中兴路昨昏有一个查甫人，伊举刀仔甲过路人攻击，受害者是一个查某人，伊的颔管、甲手骨，还佫有大腿几个所在是拢去互刀仔刮着。一个姓张的查甫嫌犯当场去互民众压制起来，而且嘛互警察抓起来，以杀人未遂、涉嫌杀人未遂来侦办。这位姓蒋的女子拖行李行伫咧台东市的中兴路，无注意到有一个查甫人一直缀伫咧伊后壁。过车路了，一个姓张的查甫人突然间提出一支大型的美工刀，对伊连续刣5、6刀。姓蒋的女子受伤了，倒伫咧涂骹，要爬起来，走到巷仔底喊救人。案发的过程拄好，互开车经过白仔囝3个人看到，老爸先饲喇叭警告白仔囝3个人落车，摕附近的大支汤匙、电风。一个受害者行李箱救人，另外一个过路人摕铁枝斗3工，4人甲嫌犯压制掉。因为那个喇叭声让那个嫌犯紧张，他就直接来找我们这样子，然后我们就3个就包围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就还有一位路人也下来帮忙啦。救人的可信是讲，本来无打算要互后生落车，严过因认为，若是无落车斗3工，被害女子可能会受伤更加严重。会怕吗？会啊，很紧张，全程都很紧张。对，同时都想说一定要帮，不然不帮那女的那女生早就没命了。警方赶到现场逮捕姓张的查甫人，发现伊牌仔内面还有一支美工刀。伊也讲甲被害者无熟悉，也无法度讲清楚为什么要杀人。伊厝内人讲，伊精神状况无啥稳定，但是无去看医生的记录。张姓犯嫌尾随被害人，以美工刀攻击被害人颈部，张嫌当场遭民众压制。现场起出作案用美工刀1把，背包内起出第2把美工刀。被害人目前伤势稳定，无生命危险。姓蒋的女子被救了，心内也是真惊。伊讲甲嫌犯无熟悉，只个来记的2个人伫咧对面的便利商店内面，眼神有对着过，无都理解对方为什么举刀甲伊抬。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有关交通的消息。即马赛车甲骑车，若是无让过路人先行过回条线，即马是爱罚甲6000块。不过昨昏伫咧高雄的公山，发生有过路人行路弄红灯的情形，有汽车伊停落来让伊先过，不过煞是去后壁的乌托邦弄着。警方就讲，因会追查即个撞过红灯的人。也若有律师伊嘛出来讲，即个事故若是过路人违规引起的，一个过路人嘛爱负责。尽管过路人抢红灯过马路，汽车是停落等伊，无想到下一秒，汽车就后壁汽车弄着，汽车弄甲飞到头前去。过路人其实亲像无代志，相款离开。因行人并未驾驶动力交通工具，所以不构成刑法肇事逃逸罪行。代志发生伫七八暗时，高雄公山区，过路人虽然无构成造成事故逃走，不过警方会调看敢是去查这个过路人身份，调查责任。汽车让违规过路人出车祸，引发网友的议论。行人因为闯越红灯，所以才发生事故，当然行人必须负起责任。汽机车无让过路人对6月30日后，上悬刑处6000块罚款。高雄到7日为止，已经处理170件无让过路人。实际来讲，路口汽机车大部分会让过路人，不过过程中也看到西湾的车为着等过路人，徛伫路口，互伫骑车饲喇叭。而骑车的人讲，拄到过路人，无论对方是不是违规，拢会让。也跟前过不去啊！行人于行人穿越道上站立而不立即通行，车辆仍应先行停让，行人仍不通行，可以绕至距离行人超过3公尺或3个整木纹之方式通过。警方讲，过路人无行过路线、过大路，依照道路交通条例处500块罚款。那过路人超工来回，也是停伫过路线，汽机车被检举无让伊，警方会参考客观的事实，那认定汽机车违规属不得已，会判倒违法。记者综合报道。昨晡翻点过差不多2点外的时阵，伫桃园龟山区有一个坑电池的仓库是熊熊大火，而且火势烧了真猛。消防局是赶紧出动31架拍火车，也佫有89个消防人员去现场拍火。尾手仓库内底6栋的锂电池是全部拢烧了，不过加载是无人伤亡。
规栋铁片厝含着火海，大火烧甲正旺，乌烟升起咧天边。桃园高山区公安局一个电池储存仓库，车到透早2点外传出火警，消防局出动89位消防人员，消防车31台，也有2台救护车专门来救灾。就是2点多的时候，刚好要睡觉的时候，刚好看到外面窗户有在红红的火苗跑出来，就是最主要还是有红色的火花，就红色整个燃烧红色的灯，怕燃烧过来。要搬到嘉义去啊，要大生产了，这个的话今天晚上不见了，过来看到就差不多完了啦。面对熊熊大火，新竹县鹿县市受灾惨重，仓库内底藏的6栋的锂电池、10几台电动车、LED 灯全部救袂倒来。讲到仓库原本有保险，受疫情影响无营业，保险公司都袂当投保，所以都无保险，伊苦笑家己破产啊。大现场之后发现，现场已经全面燃烧，那里面并且放有大量的锂电池。那我们除了以那个强力的水柱进行火势攻击之外，另外还有积极的一个周界防护。消防局表示，火场是一层楼的铁片厝建筑，烧差不多150平方公尺。好在在无人伤亡甲受困，确实起火原因要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厝内若是有幼囡仔的民众，都要注意这个消息。在台南有一个4岁囡仔。昨日因厝内人拢伫咧困觉的时阵，伊家己走去3楼，甲窗仔门开开，佮爬出去露台外口，互人看到是心惊胆吓。消防人员接到通报了后，是赶紧甲这个囡仔救落来。那交防中心即嘛要来调查家长感受相关的疏失。专家就建议讲，厝内若是有幼囡仔，民众会当照卫福部安全检查表来改善环境的风险。徛伫阳台外口，一手抱翁仔，一手揪冷气管线。台南永康一个4岁囡仔仔，侧壁中昼趁阿嬷困中昼，偷偷开窗仔变过3楼阳台，结果受困，路人发现赶紧报案。啊是好，你家早讲人厝边有看到吼，大楼人看到，啊紧去报警咯。消防局出动5车11人到场，检判情势紧急，马上破门救人。阿嬷惊车才发现差点出大代志，交防中心接到通报了，启动案底，要调查清楚家长照顾是不是有疏失。该民宅无人应门，鉴于情况急迫，通知房东与消防人员破门救护。我们就依儿少法56条做紧急安置，后续呢，社工会持续去追踪孩子在安置处所被照顾的状况。台中市去年8月都发生一个4岁囡仔仔趁家长咧困位9楼落落去不幸身亡的代志。根据统计，囡仔骨架事故伤害当中，报道第6占47%上济。警管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建议家长参考卫福部的统计服务环境安全检核表，检查厝内底是毋是有高风险的所在。阳台高度要110以外，然后不可以有攀爬的横架会让它爬出去，甚至旁边都不可以放椅子。所以我们会建议家长是按照保姆的那个40项来做你的居家评估啦。专家建议墙壁悬度爱比110公分较悬，栏杆的间隔爱比6公分较细，免肯互囡仔用白物件，才能避免囡仔落落去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真出名的大卖场 Costco 有一批 cheese。在边境防验出有致癌的物质，款用1万。这个物件若是食到到底，恐惊会增加得到血癌的风险。佮有另外一批同款的 cheese， 嘛是去验到有款用1万的物件。不过900多公斤，目前是已经卖出700多公斤啊。目前业者是先将这项 cheese 拢总落市，因为这个事件相当可能会防犯2亿。高雄市卫生局顶个月去美食的卖场 Costco 开查这款油脂摩佐罗拉甘露的 cheese， 因为这种产品被验出有致癌物质款用1万。在有效期限内还有一批，卫生局当日立即派员至好事多高雄店稽查，并且下架停止贩售。现场抽验该批产品，于7月7号晚间检验结果出炉，环氧乙烷含1.277毫克每公斤，与规定不符。卫生局的这次之后，可以的就给他进来卖给人家了，那就不对了啦。真的就是管理上有点疏失，就是蛮严重的疏失了。根据了解，这款油脂摩佐罗拉甘露 cheese 在顶个月离达边境查验的时阵，被验出款用1万违规，禁止输入。验过进一步追查发现，另外一批900多公斤重同款的产品，也款用1万。验过这批产品只敢存156.4公斤，
政府是有700万公斤的确实拢袂予消费者。都无专家讲，款用乙酰主要是用伫咧消毒加灭菌。伫国际致癌研究机构内面是属于一级的致癌物，长期接触可能会增加肺癌的风险。长期的话，它会增加血癌，就是我们所谓的白血病的风险。那另外的话，我们从医学报告也可以知道，环氧乙烷的话，如果工人在工作当中每天长期都接触到环氧乙烷，也会有一些神经学方面症状问题。只要他不合格，他就要去做全程通路的下架，依照3法去做裁处，那可以罚6万到2亿元的罚款。事业所讲，因为 Costco 的总公司伫咧高雄，由高雄市卫生局做调查，结果依照案情的严重程度裁罚。Costco 是回应讲，那民众伫今年5月24到7月初日，把卖这种油脂摩佐罗拉甘露的确实，拢会当摕来摕。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是讲，那业者无做好赔偿，无排除会提出团体诉讼。记者综合报道。为明年开始，新的大楼厝顶拢爱安供电系统。有立委就呼吁，应该嘛爱设置欠电的设备，会当家己发电、家己用。然后能源局是表示，目前是无限制袂当安欠电的设备，不过消防署嘛爱讨论相关消防安全的指引。立法院今年通过再生能源发电条例修正案，明年开始强制新起的大楼厝顶爱起太阳光电。立委呼吁政府推动自发设置独零设备，鼓励自发自用。建设部另外局讲，有关家用独零的设置，即阵无限制袂用安装，也过安装了后的安全规范以外有待订定。目前初步消防署认为大的都没有问题，应该小的会更没有问题了。那不过外界我知道关心的是说，要不要针对小的特别去订一些规范？那这个可能消防署他们还会继续做研究。家用储能呢，应该要经过一定的安全检验合格，而且这些产品是可以符合设在家庭使用。那目前他们一般的规范是要设在外墙，而且不可以设在有人员居住使用的空间。经济部能源局表示，即阵国际上应用分散式电源发电的情形，开始推动家用独零系统的设置，主要目的是厝顶型的太阳光电，结合家用独零的系统，达到完全自用自发的目的。不过，因为台电电价较低，要达到安装家用独零系统的诱因无大。不过，专家提醒，独零系统大部分是磷酸锂铁电池，要考虑安全性。如果大楼需要自给自足用电的话，就必须建设储能电池。但是呢，储能电池现在所使用的大部分是磷酸锂铁这一类的电池呢，在安全上确实还有顾虑，所以呢，政府也应该要制定相关的电工法规，来规范大楼建置储能电池。专家呼吁太阳光电要结合独零系统，虽然可行，不过政府依然爱尽紧来制定相关的电工法规，才法度确保使用安全性。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内厝价是贵三三。不少民众买厝一个贷款都是20年。根据上新的统计，60岁以上买厝贷款的人，平均排贷款有甲838万，甲20岁少年人736万来比，是加1成3。有专家就讲，这是因为高龄买厝贷款的人，因伫要到法定退休的年岁，银行核准贷款的意愿甲趴数较低，才会出现愈侪岁贷款愈重的情形。国内厝价卡袂到几啊百万到上千万，大部分想要买厝的民众欠着头期款买厝了后，搁再向银行申请房屋贷款，而且借纳至少就是20年，压力真正真大。根据金融联合电信中心上新的统计，房屋贷款组是愈老排愈重，尤其是60岁以上中高龄的房屋贷款组，平均排房屋贷款有838万块，比20到30岁青年的736万加出1成3。主要是一个家庭还是要考量很多事情啊，不会说完全把钱都放在房贷身上的。当然这样负担起来不是很容易了。就算你的头期款有500万好了，那你后面如果你月薪没有十几万啊，如果你再有家庭，你要给父母孝敬金，然后你孩子补习安心费那些，变成会过得很拮据。就在政府推出一连串打压这个厝价的税法了后，内政部发布去年第4季全国主体价销指数是127.51，比第3季小可起0.94%，是2020年第3季以来一季的起伏头一摆在1%以下。整体市场交易呈现量缩价销平稳。
不过专家也讲，对2012年有统计以来，平均房屋贷款利息拢伫2%以上，只有2016年12月到去年9月期间才伫2%以下，这是造成60岁以上房屋贷款的人出现平均房屋贷款的有额甲利息拢相关的现象。银行业者不太愿意给这种退休族群或者高龄族群办理房贷，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年龄已经比较少，而且有的都已经戒退了。何册上讲，中高龄的房屋贷款的人，若是拄到银行这个贷款的成数甲利息以及年期无好，已经要提供担保品，诸如做保证人、有够资产证明来提悬信贷条件。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头，咱来看台南永康农会因举办亲子食农教育的体验活动，要互囡仔了解平常时因食的米甲番薯，毋是去超市买就有，这拢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嘛希望互囡仔了解更较侪农产的知识，来珍惜食食。台湾人爱食米，亲像白饭、菜头粿甲麻糍，真侪食食拢是用米做的。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也着拜田头。为着要互囡仔了解因食的饭为倒位来的，台南永康农会特别举办活动，互爸母带囡仔做伙报田，介绍猪仔是安怎食做白米的。今年24节开，农民拢咧无用啥物。发扬体验呢，让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更加认识自己所吃的米啊。从小时候一开始出生就吃粥，然后接下来就吃饭，好，然后甚至我们走的时候也有脚尾饭。元宵节吃元宵，然后端午节吃粽子，然后到冬至吃汤圆。米食呢，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毋若报田，家长嘛带囡仔做伙学番薯、掠好溜，要互囡仔知影饭道的食材，毋是菜市仔生出来的，是农民规年烫天的成果。应该很难有这机会让小朋友玩这些泥巴。这样的地瓜是怎么来的？不是菜市场买都可以。永康农会表示，透过食农教育的活动，互大家来到田里体验报田、学番薯，才会知影一粒米8粒瓜。希望囡仔自细汉了解农民的辛苦，珍惜食食，袂浪费。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当是山野大出的时期，今年因为雨水较少，产量过多，地区计数是愈来愈歹。台南市农产品促销协会为了要甲农民斗销山野，因买3000斤来举办食山野饼的比赛，而且佫准备3000碗的酸仔，要互乡亲免费来食。采访花开始，参赛者拼命要甲这碗山野饼吞落去，就算食甲塔卡巴巴，嘛是一喙过一喙。除了食饼比赛，现场嘛有3000碗的饼，互乡亲免费来食。一透早来排队民众，吵，不管日头有偌大，就是要等食这碗清甜的山野饼。来这顺区的自然就得第一名。台南这的山野最好食，所以讲我有摕到就欢喜的。最主要我们是要来推销我们在地的芒果。台南市农产品促销协会甲农民买3000斤的山野，佮举办食饼比赛，就是要替农民斗行销。因为台南市全台种山野的大产区，开农品种的面积将近有7000公顷，产量估计有89000吨。今年因为无雨水，花料较济，产量嘛比去年增加，果粒煞较细。实在去玉井的青果市，侪农民怨叹销路真歹，计销嘛对咧啦。这山野卖袂出去啦，就看会当然再种，政府会当然再种，这好行啦。另外这堆伫遮。你今年就落了剩40-50啊，就无法度啊。你货济就一定若无人来买。今仔日卖无去，明仔就一定放啊！其实买食山野比赛已经连续举办12档，来参加的人一档比一档较济。可能希望政府会使到行销，甲台南上好食的山野推广出去。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除了山野以外，即马嘛是西瓜的产季，因为即马技术愈来愈进步，西瓜品种伫咧市面上至少有几啊十种。除了咱常常看到的大粒西瓜。即马有业者计发出敢若像金头母细粒的西瓜，还佫有圆皮、圆肉，或者金泰隆西瓜，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台湾果子品种侪，品质佫好，最近西瓜当咧大出。其实西瓜毋若青色红肉，也是青皮黄肉的小玉西瓜。随着种植技术一天一天咧进步，西瓜品种是愈来愈侪。
嘛有黄皮黄肉的西瓜。的西瓜，那它叫金太郎，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果皮以及它的果肉全部都是金黄色的。那小西瓜的话，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肉质是比较细致的。阁有这款较罕得看到，只比拳头大一寡的西瓜。这个呢是我们的最新育成的品种，我们把它命名为 Mini Ball， 因为它的大小大概就是600克到700公克，方便是它最大的特点。那这个品种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做成小小的，希望可以冰在冰箱，甚至是未来可以上架到便利商店，让人家直接买1颗就可以及时的食用。另外，这种亲像巧克力豆的原料可可啊，外皮是真水的金色，叫做金可可的香瓜。因为伊的皮厚骨润，毋惊长途运输，若有冰，阁会当放1个月，是正适合烧起外地的香瓜品种。遮济无共款的西瓜，民众若有缘看到，嘛会当买回去试看卖。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现代人是愈来愈注重食安的问题。伫屏东九如乡农会，因甲中央畜牧场合作，推出有幸福猪标种的肉。也佮有使用有机肥的菜色，一个上市尔都袂甲下叫，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屏东九如乡农会的超市有即款有幸福猪标种的肉品，也佮特别表示无使用农药的有机菜色。虽然这个产品价钱有较悬，不过也是袂甲真抢市。吃起来比较安心，对，也没有农药，贵一点也是可以哈，因为有标章。一点点可以啦，太多就不行。农会表示，这个肉品甲菜色拢是为中央畜牧场来的，是新农种的猪农所平伫咧经营。畜牧场的猪肉强调无药物残留，饲猪产生的废水经过处理了后，也通直接用来用餐，所以菜色拢是使用有机肥料。农会特别甲因合作，就是为着要推广友善环境的农产品。因为幸福猪它没有用这个瘦肉精它也是非常重视环保野放，所以它的产量比较低。但一般它是比传统的猪肉贵了一点。我们会用藻液来做浇灌，还有自己制作的有机肥，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农业经济。九如乡农会的超市表示，民众愈来愈重视健康食品的安全，农会也继续引进有食品标种的产品，提供消费者多元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7、8月学生囡仔当伫咧休热，嘉义六卡乡地方团体因举办营队，带囡仔去踅菜市啊，教因用台语买菜，甚至阁互因同齐来煮食。毋但会当练讲台语，嘛认捌地方的特产。国小的囡仔来到菜市仔内底买菜，买物件，毋若等一下要煮来食。我符合活动设计的题目，菜市仔的店家讲，真久无遮侪囡仔伫遮，感觉真热闹咧。大众市场本来拢是一寡老人搁一寡婆婆妈妈，加一寡囡仔，加少外国的。就囡仔都需要回来学买菜啊。按照政府的指示，囡仔买着需要的物件，刷来，搁爱转去学校煮来食。六卡乡的地方创新团队设计营队活动，带囡仔踅菜市啊，嘛互因参与煮食的工课。然后还有给我们一个目标，然后让我们自己去买菜。我是第一次这样自己去买菜，可以认识到很多菜市场的阿姨阿嬷，然后又可以认识到很多蔬菜水果。阮会用台语甲因教讲，明仔去买菜，明仔去熟悉菜，明仔去熟悉咱遮的在地的特产，明仔买物件，甲因安那问讲话，这是爱用台语讲，搁甲因问迄个特产，互伊去产生咱含市仔才有一个链接。六卡县市验书表示，营队的设计除了是甲学校课本的内容，或者是互囡仔亲身体验学习的机会以外，嘛希望透过市农教育的延伸，加强囡仔对在地产业的认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咱来看拖拉维亚的总统当选人林克维奇斯，伊向拢伊因为大力支持乌克兰，受到大家关注。7月伊正式宣誓就职，加做欧盟头一个公开冬季身份的元首。不过，伫乔治亚有同性恋相关的活动，煞是去互保守派人士抗议，规个场面是变甲乱糟糟。音乐声中，拉脱维亚总统当选人林克维奇斯继过前总统李维兹手中的阿爸，7月正式宣誓就职。
今年49岁林克维奇斯在2014年公开性向，正做拉脱维亚头一位公开出柜的政治人物。这阵更加正做欧盟头一位公开出柜的同志元首。这一路行来拢无简单，因为要争取 LGBT 权益，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充满挑战。防暴警察甲群众溃斗阵，交伫亚首都伫比利时正伫举行同性恋骄傲节，无想到当政教牧师甲保守派大约2000名的抗议人士放火烧各种灵官飘舞，互主办人士非常的生气。For the last 2 years,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organize the march, like because of the violence, but we moved to the private closed events. 主办单位生气批评当局甲示威者勾结扰乱节日，严过一名政府官员讲，有活动是伫湖边的空地下举行，说讲警方真难监管这类活动。加在是无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在美国有一对同性伴侣，因收集过去100年来同志做伙翕的摄影作品，而且伫咧瑞士日内瓦电视是引起真大回响。画面内底人因的眼神为保守年代禁忌的爱留下珍贵的记录。面容清秀的伴侣摕一张写未婚暗过未来会结婚的标语。伫同性爱依然属于禁忌的20世纪初，因勇敢为彼此爱情留下见证。瑞士日内瓦拉特美术馆展出有爱 Loving 的摄影展，展示1850到1950的100多年之间，真侪对同志斗阵翕相的作品。无论是规矩面对镜头，或者是轻轻靠做伙，这伴侣眼中透露的爱意已经超过性别。I think that they wanted to have something to remember themselves by. And a lot of the photographs are pristine, so you know that they've been hidden somewhere, whether it was tucked in a book or in a drawer. We have some that you can tell have been folded, so maybe they were, and worn, so maybe they were carried in a wallet. 切德威尔甲另外一半小妮妮情定终身将近30年，伫这州古董店看到一张一对同志伴侣小咱的相片，就想起开始收集同性摄影作品。20多年来，为本素市啊网络拍卖平台到同志家属的管道，找到将近3000张的相片，搁伫2000年出版摄影本集，希望为禁忌年代纯爱留下见证。伫收集过程中，意外发现真侪家庭对同性爱态度并无很摆脱。Often people say things like, well, it was so much worse back then than it is now. And in fact, it was not as bad back then. This is what we've discovered. It wasn't as bad back then. I think that a lot of people had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towards a same-sex couple, men or women, either one. 爱的有形同志活动陆续伫全球各国留下登场，画爱的平等宣言，好亲像亚会同性摄影展的影动人，讲出无法度坦白的真爱。These two men who couldn't celebrate their lives are now being able to participate in a way and see the joy and the love that we share for each other, that all people share for each other. 同时新闻张淑芬评论。继续咱来看，导盲犬对视障人士来讲是真重要，不过要训练是真无简单。毕竟敢若有6成的狗仔会当顺利通过训练。若伫英国，因为疫情甲脱欧的关系，训练机构是已经真久无运作啊。训练师甲技工的卡手嘛无够，历史导盲犬的需求即嘛是济过供应。若是排队要申请，平均都要等近2年的时间。Well done, what a good boy. 英国会办欧式拉布拉多犬蒙提，咧接受导盲训练，以顺利驶过障碍物为主人找着飞。22礼拜课程内底被学的物件真济，平均只有5-6成受训的狗仔用通过，真少合格导盲犬。Throughout training, we have 36 or 37 behaviours that we work on. It takes a lot of mental energy from these guys as well. 英国即马欠真济导盲犬，因为新冠疫情期间，各地训练机构拢停半年以上，封锁状态无法度进行培育训练，照顾40狗的义工甲专业训练师也变少，脱后各互即种人才无法度自由入境。过去7年，拉布拉多导盲犬卡洛是视障者查尔斯生活辅助手，找安全探索世界，佮帮助伊拍破社交恐惧，识识真济新的朋友。Carlo is family, friend. It's part of me because, like I say, because he's always with me.
不过卡洛研究会真紧对到退休的年岁，免继续做查尔斯目睭。申请新的导盲犬到配对成功，平均要等1到2年时间。这中间，查尔斯只好重新使用视障者的背拐来探路，承认行动限制会变多。It's very much using a cane. You don't have that sort of reassurance in the handle of the harness. Where with Carlo, it's just a simple breeze of a walk. I'll tell him, turn left, and he'll turn left, where I then have to find that left with the cane. 咧训练导盲犬也有休困耍水的时间，不过袂轻松伤过久，因为也有1200个视障者咧望因上场救援。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伫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因为甲土耳其的历史冲突，设立无人住的缓冲区。不过嘛，因为安尼鸟鼠生吐了真厉害，危害附近庄仔头的农作物。地方政府为着要解决鸟鼠过多的问题，开始饲鸟头鸟，要来消灭鸟鼠。平均一年会当掠5000只的鸟鼠，互农民袂阁头空毛咧烧。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过去因为遭到土耳其入侵，造成国家分裂，伫国内设置一道会当讲无人住的缓冲区，也毋过因为无人住，互鸟鼠拖真紧，危害到附近的庄头的农作物加农区。Είχαμε πολύ μεγάλο πρόβλημα σχετικά με τα σιτηρά μας, με τις καλλιέργειες τις οποίες ποτίζαμε τα χωράφια μας. Μας τρώγανε τα λάστιχα, είχαμε πολλά έξοδα να τα συντηρήσουμε. 为着解决鸟鼠啊，农民要使用鸟鼠药啊，还是喷灭鼠剂来逃鸟鼠，也毋过使用药物，所造成包括鸟头鸟、鸟仔类去食着，也对人类甲环境拢无友善。最后，地方政府决定甲非政府组织、国际鸟鸣的塞浦路斯分部合作，饲鸟头鸟畅销来灭鸟鼠。虽然畅销只有30公分悬，也毋过平均一年会当掠5000只鸟鼠啊，有效解决当地鸟鼠，变做农民的好卡手。Αυτό που έγινε σχετικά με τα ανθρωποπούλια ήταν ένα θαύμα. Τα ανθρωποπούλια καταπολέμησαν σε βάθος τα τροχτικά. Λοιπόν, και τώρα που οργώνουμε τα χωράφια μας ή κυκλοφορούμε σε όλα τα πλάτη και μήκη του χωριού, δυσκολευόμαστε να δούμε ποντικό ή νηφίτσα. 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再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